年尾要到啊，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今年的年尾奖金平均大概是1.34个月，是最近6档以来第二济。其中金融业的年尾奖金平均是2.75个月，是连续11年拢是本上济。轻快个欢乐的素食店主打歌，加做各大企业今年每季上热门的表演项目。捌度过疫情期间每季挂定的舞蹈团队也赶紧练习，准备迎接今年实体每季，搁起来6、7成的节调。比方说金融啊、不动产啊、电子啊，对，然后这些的话，他们的预算都已经有到6位数。人力银行调查，今年年终奖金基数平均差不多是1.31个月，是近2年来第一悬，出现连3年反弹。因公司正式行出疫情冲击阴霾。年终发奖金相关的行业是金融、运输甲科技业，类似型产业也大大回升。餐饮业啦、量贩业，甚至这个运输业当中的空运业、报复性旅游潮，所以带动业绩回温的情况下，从业人员的这个年终奖金是比较乐观的。调查显示，今年有88%企业要办尾期，不过这不一定是所有员工拢认为是好代志。有的企业要求员工下班的时间爱排练表演舞蹈，奖金较少，甚至无发年终奖金。过去用娱乐方式压钱，爱员工家己扣。我们所有拿到的业绩奖金，常常是要请学生，常常是要跟学生打好关系的。所以其实，我们没有真正所谓的年终，只有偶尔有业绩奖金而已。在年尾有人欢喜，有人愁，大型企业也出现在原条。外送平台富平达母公司 Delivery Hero 10月宣布，今年全球已经在减13%的进程，个别关在土耳其甲台湾的全球科技中心。台湾富平达今日文字回应，强调被影响台湾富平达平台营运甲组织结构。另外，未来台湾科技中心关起来，要再铁路一人是低调，暂时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